細價樓成交活躍，元朗區於本月錄得約31宗二手樓成交，當中400萬元內成交約13宗，佔比超過40%，大多數以單幢樓及舊樓為主。中原地產元朗副區域營業經理黃勤學表示，在拆息回落下，公平過租的情況會更為明顯，買家選擇入市的機會較大。去年才入伙的新屋苑上柏新綠升值個案，該屋苑高層自室，實用面積286平方尺，一房間隔，原業主叫價310萬元，經議價後以292萬元易手，成交尺價為10210元。原業主於2024年10月以278.1萬元一手買入單位，持貨僅8個月後，其賬面賺約14萬元，升值近5%。上柏入伙後，至今錄得10宗二手成交記錄。該屋苑5樓 J 室一房單位錄得最大賬面升值，實用面積282平方尺，該單位最後以282萬元成交，實用尺價為1萬元，升值約13%。而該屋苑9樓一伙一房單位錄得1%賬面蝕讓。此外，黃勤學表示，區內大興大廈 B 座底層2室，實用面積353平方尺單位，原業主叫價300萬元，經議價後以283萬元售出，成交尺價為8017元。該業主於2021年8月以360萬購入該單位，現時賬面蝕讓約77萬元，持貨4年後約蝕多達21%。據資料顯示，大興大廈在最近3年內共錄得22個成交記錄，當中賬面蝕讓單位僅錄得2宗，分別貶值19%和25%，其餘為賬面升值或原價出售。最大升幅單位為 A 座16樓 A6 室單位，實用面積為353平方尺。該單位在2025年1月以280萬元易手，平均尺價為7932元，賬面升值約242%。